係突破，因為即係大家都唔使講都知咧，就而家呢個社會嘅老齡化咧嚟得又急又犀利，咁變咗好多長者中心嘅服務咧，都係有人手啊資源嘅壓力啦。咁局長都話啦，淨係靠政府唔夠，咁所以我哋都好感謝啦，賽馬會咧就積極回應啦，就支持我哋以數碼科技咧就係突破呢個實體嘅長者中心嘅地域同埋人手嘅限制，咁令到我哋喺過去3年咧，啲長者可以足不出戶，就喺屋企可以享用一啲有彈性啦，同埋咧係優質嘅線上嘅虛擬長者中心嘅服務。咁我哋已經累積咗咧7萬個會員，咁有180萬個線上嘅互動。咁嚟緊未來咧，咁我哋都會積極求變啦，呢個係局長教啊。咁就希望咧就係維持優質嘅服務，同埋為長者創更多嘅選擇。多謝晒。